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27，希伯来书3章14节安尼讲：因为咱若持守起头的亲信，坚固到落尾，就分得基督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甲基督有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阮性命气息的主宰，你是赏赐稳定甲福气的赏赐者，你是互阮有永生甲毋忘的上帝。愿知阮一切的所有，拢在伫你，因为你是阮信心的源头。因为伫你无困难的事，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当阮面对着极大的困难危险，当阮的重担缀阮到尾未喘气的时，你爱阮思想迄个起头伫阮内面的亲信，也持守迄个起头的亲信，坚固到落尾，就阮要通甲基督有份。也要甲基督同齐得胜的宴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持守迄个起头所亲信的，互咱坚固到落尾，就咱要甲基督有份，伫得胜的宴席，互伊的平安欢喜，甲咱三甲伫底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